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6，诗篇61篇30到40安尼讲：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做我坚固的堡垒，通抵抗对敌。我要永远住伫你的步边，秘伫你的膝骨下。三角来祈祷，做阮坚固堡垒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无瑕疵，光明无黑暗，良善无定罪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跋倒的，你用话甲伊扶起来；骹头有酸软的，你予伊勇行。主啊，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允；阮困苦的时，你有甲阮投放。阮答求你怜悯，听阮的祈祷。主啊，你予阮心内有欢喜，赢过得到世上的一切。主啊，伫患难临到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；伫苦境临到的时，求你扶持阮。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做阮坚固的堡垒，保护阮。阮要永远住伫你的步边，秘伫你的膝骨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